風神正被颱風殺手東北季候風公開行刑，但香港嘅警報反而升級，風浪凍三合一攻擊正式啟動。究竟一個就快死嘅風，點解可以引發三重威脅？邊一樣最攞命？情報即刻開始，第一戰況概要：黑球換3號，風力陷阱持續。天文台已經預告，今日下晝5點到7點，會由強烈季候風信號黑球直接轉掛3號強風信號。兩個信號風力要求一樣，都係時速超過40公里。重點係主導權由季候風轉交俾季候風同風神呢一個組合。第二，三重攻擊分析，唔好再單獨睇個風，今次係一個組合拳，攻擊一風。風神雖然喺香港南面420公里外敗走，但係同季候風嘅共同效應會將烈風集中喺香港。結果係高地風力達8至9級烈風，離岸間中8級，但係喺市區平地可能只係6級強風。高地同平地完全係兩個戰場。東擊2凍東北季候風係颱風殺手，因為佢又乾又凍，風神將呢一股冷空氣扯埋嚟。未來幾日，市區氣溫會顯著下降到19度，新界再低2-3度，由接近30度插水式降溫。攻擊三浪、天文大潮、東北季候風加埋風神引起嘅風暴潮，三樣嘢夾擊。天文台警告，呢個星期連續幾晚沿岸低洼地區可能水浸，維港水位會升到海圖基準面以上3米左右。翻嚟答你，風浪凍邊樣最攞命？要解答呢個問題，你首先要識得點樣為威脅分級。核心冷知識：熱帶氣旋嘅戰力評級。你成日聽到強烈熱帶風暴，究竟係咩料？呢個係一個國際通用嘅戰力評級，主要睇佢中心附近嘅最高持續風速。記住呢幾個數字，你就係專家。熱帶低氣壓時速62公里以下，新仔未成氣候。熱帶風暴時速63至87公里，開始有破壞力，要掛3號波。強烈熱帶風暴時速88至117公里，今次風神就係呢一個級數，通常要考慮8號波。颱風時速118至149公里，8號波基本盤隨時升級。強颱風或超強颱風時速150公里以上，最高級別毀滅性武器。今次風神本身只係強烈熱帶風暴，但佢引發嘅風浪凍三重攻擊，某程度上仲麻煩過一個單獨嘅強颱風。你覺得風浪定係凍，邊樣對你影響最大？留言講低你嘅戰備部署。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一條片分享俾你關心嘅人，確保佢哋唔會中招。